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6月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出埃及记40章16节到38节，使徒行传16章35节到4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云彩遮盖。云彩在圣经里面的意义，照一般的了解是天气，就如同以色列先知与巴力的先知他们一起对抗的时候，会不会下雨呢？就看谁有没有把云这个招来哈。另外更重要的意义是代表着上帝的临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接升天是云彩接升天的，又如同出埃及记当中记载，上帝在白天以云柱来带领保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40章16节到38节，记载着出埃及时的一个现象。这一切摩西都依照上主吩咐的话做了。于是他们在离开埃及后的第2年正月初1支搭圣幕。摩西安设木座，立起了骨架，穿上了横木，立下了柱子。他把圣幕的木顶盖上，上面又有外顶盖。这一切都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了。随后他把2块法盘放在约柜里面，又把杠子穿过约柜的环子，上面安了柜盖，然后把约柜安置在圣幕当中，挂起了帐幕来遮住约柜。这是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的。摩西把供饼桌搬进了圣幕，放在圣幕的北边，在帐幕的外面，又在桌上放着献给上主的供饼。这是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的。他把灯台放在圣幕的南边，跟供饼桌相对，又在上主的面前点灯。这是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的。他把金坛放在圣幕里，在帐幕前面，在坛上烧芬芳的香。这是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的。他在圣幕的进口挂上门帘，在门帘前安放烧化祭的祭坛，然后在坛上献烧化祭和素祭。这是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的。他把洗涤盆放在圣幕和祭坛之间，盆里盛满了水。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在进入圣幕或是走进祭坛时，用这盆里的水洗手洗脚。这是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的。摩西在圣幕和祭坛四周立起了围栏，作为院子，并且在进口挂上院子的门帘，这样他完成了一切的工作。那时候云彩笼罩圣幕，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圣幕。摩西不能进入圣幕，因为云彩停在圣幕上。上帝的荣耀充满幕内，每逢云彩从圣幕升上去，以色列人就拔营上路。云彩一停住，他们就安营不动。在他们全部的旅程当中，白天他们看见上主的云彩在圣幕上，夜间看见云中有火燃烧着。传统上，从信仰的角度以及事实，我们都知道大自然的现象世人是无法控制的，就像云彩，即便只是预报，也不见得会准确的。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人会主张大自然的力量而排除了上帝的作为。
这是一般的无神论者，或者是有一些科学家们最喜欢说的一个方向。但是就信仰而言，我们会去探究谁在掌理大自然。例如在三峡教会礼拜堂新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总共经历了9次大面积的平面灌浆，而9次无论我们是怎么样需要配合建筑师啦、工程进度啦，并且与混凝土公司洽商灌浆的时间，才能启动灌浆的工程。特别是我们最近的第9次灌浆，我们经历了变更设计，也又因为这样子，我们找到的将来很可能会影响我们使用执照申请的一个缺失，所以就又变更了电梯的设计和我们的楼高。这期间又遇到建筑师身体欠安住院，延后1个礼拜来勘验。但就在建筑师出院之后，马上进行了工程的勘验，变更设计当天也核准了。我们马上就去赶快敲定灌浆的时间日期。结果呢，原本艳阳高照勘验当天的天气，隔天马上呢就出现了整片的乌云，天气急转直下。礼拜天竟然下起了大雨，但是灌浆的礼拜一却是跟我们之前的8次一样灌浆8次的灌浆一样，天空下着微微的细雨。我们的工地主任国伟兄他说，上帝真的很爱我，都在帮我养护灌浆后的水泥地，不但是节省了公务单位的工作，对我们建筑物本体却是一个非常棒的养护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到保罗跟希拉他们被下在监里面遇到了地震，监狱的门就被打开了。他们会说这是上帝的作为。他们也因为很诚实，并且顾虑这个狱卒的安全，所以他们没有趁机会逃离，但也因此就被释放了。使徒行传16章35节到40节的经文这样写道：第二天一早，罗马的官长派警官去说，把那2个人放了吧。看守的就对保罗说，官长有令释放你和希拉，你们现在可以出狱，安心的去吧。可是保罗对警官说，我们是罗马公民，并没有被定罪，他们却在当众鞭打我们，又把我们关进牢里。现在他们想把我们偷偷的送走，这是不行的，叫罗马官长亲自来领我们出去吧。警官把这些话都报告官长，他们一听见保罗和希拉是罗马公民，就非常的害怕，就到监狱里面向他们来道歉，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保罗和希拉出了监门，就往吕底亚的家去，在那里见到信徒，劝慰他们一番，然后就离开。诗篇29篇，神的众子啊，你们要歌颂上主，你们要歌颂他荣耀和大能，你们要歌颂上主荣耀的尊名，你们要敬拜神圣威严的上主。上主的声音传遍海洋，荣耀的上帝发出雷响，他的声音响遍大洋，他的声音大有能力，他的声音满有威严。上主的声音震断了香柏树，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也震断了。他使黎巴嫩的群山像小牛跳跃，使黑门山像野牛蹦跳。上主的声音使雷电闪耀，他的声音震撼旷野，他摇动了加底斯的荒漠。上主的声音震撼橡树，使树木的叶子脱落，
在他圣殿里人人欢呼。愿荣耀归于上帝。上主管理洪水，他永远作王统治。上主赐力量给他的子民，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感谢上帝赐下恩典，透过你对大自然的掌控，让我们一次又一次从大自然的现象当中看见你的同在跟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